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尤伯牧师。今天1月8号，我们要分享的是我要与你同在。我们要回来读约书亚记1章1到5节。先来读今天的金句。约书亚，在你有生之没有人能打败你，我要与你同在，像我与摩西同在一样，我绝不撇下你，也不离弃你。约书亚记1章5节。经文一开始描述上主的仆人摩西死后，摩西的离世对以色列人的心情是一个极重的打击。我们知道摩西不单是一个杰出的属灵领袖，并且我们看到他从出埃及的事开始的头一天，40年之久陪伴着以色列人，他为他们仰望神的怜悯和眷顾，他为他们代求，他也为他们在各样的难处中向神来寻求解决的路。他领他们到神面前来认识这位引领他们出埃及的上帝，他也把上帝的心意和目的传递给他们。如今出埃及的路程走完了，要进迦南的征战就快要开始了，但是在这个节骨眼，他们没有了摩西，他们没有了他们心目中最伟大的属灵领袖。他们明白，没有摩西陪伴着他们，他们没有办法走过这40年在旷野的道路。那么他们现今也会这样想，没有了摩西的陪伴，进迦南的路怎么走上去呢？这个时候约书亚大概差不多80多岁了，也身经百战，但初次要承担领袖的大任，面对强敌多多少少有点胆怯。而这时候上帝向约书亚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的仆人摩西死了。这是要把约书亚从眼见的环境带回到上帝的面前，带回到上帝的身上，提醒他思想自己所领受的责任，也是向百姓确认上帝所拣选的属灵领袖。人的眼目若一直注视着人和注视着环境，注视着你眼前的困难，结果一定会落在惶恐、惧怕，或者是自己可怜自己里面。你知道，人的眼目若转向上帝，我们才能够起来走当走的路。约书亚在面临进退两难的抉择。你知道他在旷野的时间，他带领这些的百姓，都有上帝来供应玛拿，每天的吃喝都有上帝来打理呢。但现在这个时刻是来到一个转捩点，要起来往前走吗？如果要往前走进入迦南，玛拿就会停止咯。如果是你，要不要往前走？没有玛拿之外，还要面对许多的征战哦，打仗哦。你害怕打仗吗？我们可能都很害怕。但如果不往前，不但无法得着应许，也等于就是背叛了摩西和上帝的吩咐跟他的信任。
往前神迹奇事会停止，会进入到平凡充满困难的环境当中。要不要相信上帝的话呢？要不要刚强壮胆往前行走呢？但是前面有高大的亚纳族人在那边等着呢。上主对约书亚说：现在你要起来，准备好，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，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方去。同时上主也给了约书亚3方面的应许，借着这些应许叫他不用害怕，叫他可以刚强壮胆起来。第一个，上主必与他同在，他说我与你同在啊，你不用担心。第二个，给他有一个保证哦，应许，我如果与你同在啊，你有生之日没有人可以打败你的，我把仇敌交在你的手中。第三，我们看到上帝应许他和以色列百姓必承受迦南为产业。感谢主，让我们看到上帝同在的重要性。面对沉重的负担、未知的道路，甚至我们所遇到环境的挑战，若是我们可以依靠主的力量，我们就不必害怕。靠着主加给我们的力量，我们能够胜过一切的难处。我们来默想上帝应许约书亚必定与他同在，那他的同在会带来哪些赐福呢？哪些好处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知道我们面对人生有许许多多的艰难和劳苦重担。我们看到约书亚他如何信靠仰望你，也看到你与他同在。我们也渴慕你与我们同在，保护看顾我们，使我们在艰困的环境当中，我们的眼目单单注视在你的身上，仰望你。祈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得着你所要应许给我们的属灵产业。我们这样祷告感谢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并给我们好评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一天都充满平安、健康、喜乐。我们下次见。